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：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污，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！有天最高啊！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形，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讲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想名曰道。清净经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眼不能见，但业者所道之物，就可以晓得，让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1章第20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